手落菜来看到，伫咧夜市啊卖手工做的米粉煎，即马号做日本式的铜锣烧，内底啊拢是头家逐工现做的。伫咧尾仔嘛开始做生意了后，粉拢是现场现拍、现点现煎的铜锣烧。开业已经16档，头家也是保持伊的初心，拄开始为早市开始卖起，买手去夜市啊卖。因为因某含伊离言，本地是足实际，因小弟陪伴伊渡过难关。伊卖的铜锣烧，人家啊就食会到，真侪市中的老主顾客，就算讲伫咧夜市啊做生意足辛苦，伊讲两个后生就是支持伊继续拼的动力。不要12个都红豆，3个好。一捆头过来买几落粒手工做的铜锣饼、哆啦 A 萨，这款的是讲究现煎现包的，有迄落互人笑脸的好滋味。便若时间一个到，人客就会固定来捧场。1个礼拜来一次。你觉得他们家特别在哪里？它饼皮很 Q 啊，拿掉很扎实，它手工线做的，所以吃起来比较吃不到粉浆的程度。我觉得它的提拉米苏的那个内馅非常的香，然后我觉得口味非常的好。经过的时候是看他现做的才会过来买，对，然后只要有过来就会特地来买。那这个好食的美角，伫咧这个饼皮，这拢是伫咧逐工出蛋了后，吴永成伊伫咧现场做的。就是今天打多少，我煎多少，卖多少。甲掺糖了后，爱搁看辣，还搁爱来检查这个红豆啊是安尼煮了有偌细无，再搁甲撒一寡盐，安尼红豆啊食着才袂死咸。上尾啊，再搁甲倒菜盐落去，等到这个红豆啊烤煮的时阵，就会当甲起鼎咯。等7种口味的啊拢做好势了后，就会当甲放入去篮内底，再甲搬去后车厢遐。车驶出来夜市啊做生意，吴永成伊摆摊卖铜锣饼、哆啦 A 萨已经有16年啊。不过当创业的时阵，伊的生意是安尼下。我记得好像最差好像到在几百块而已。苏当时的生意是做过一直囤本落去，不过嘛是简单会当严家拖目镜，蒙拖蒙食。16年前的吴永成，伊是伫咧新竹做迄落汽车雷达的生意，尾啊时景歹，生意歹做，伊只会改行。伊运命去惊到贸易，婚姻出问题，搁去治疗忧郁症。眼睛睁开，你就觉得这个世界是黑白的；眼睛睁开，我就想离开这里。对啊，但是还好，庆幸我有家人。就我有爸爸，我妈妈，就一直鼓励我，自己要走出来。还有我弟有帮我，然后我们也有去看身心科。心理受伤，然后回到家的时候，我看到他那个眼神都变了，就是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哥哥。我的用心，再来就是手工，每一颗就是类似于说我的辛苦，虽然是辛苦，但是比较劳累这样，所赚的钱。比较实在。虽然讲吴永成伊做这个手工的哆啦 A 萨，简单是趁这款南山啊介绍的小食，不过伊这么用心咧做，做出这款手工的好滋味。那看甲两个囡仔安尼甲捏大汉，嘛，互真侪消费者有这个笑脸的好滋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